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奖编作，人工出版社出版，录音发行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13课。一、口才。二、出外。三、托梦。四、会压。五、脉动。六、行城。七、香港。八、宋字。九、商家。十、学问。11、气候。12、气力。13、垃圾。14、营业。15、兵营。16、热心。17、烧热。18、见识。19、功夫。20、小卷。21、内涵。22、内在。23、全部。24、公民。25、交工。26、见面。27、西餐。28、西礼。29、明白。30、明年。第13课。一、口才。二、出外。三、托梦。四、会压。五、脉动。六、行城。七、香港。八、宋字。九、商家。十、学问。11、气候。12、气力。13、垃圾。14、营业。15、兵营。16、热心。17、烧热。18、见识。19、功夫。20、小卷。21、内涵。22、内在。23、全部。24、
公民。25狗公。26见面。27西餐。28西礼。29明白。30明年。